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碧桂园2月10日在港交所公告，公司及公司执行董事及主席杨惠妍、执行董事及联席主席莫斌等近期收到上交所出具的纪律处分决定书，由于公司未能按照上交所的相关债券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披露，公司于2023年8月至12月、2024年1月至6月、2024年7月至12月存在的债务逾期情形。上交所分别对公司杨惠妍、莫斌及其他居民人士作出自律监管措施决定，对公司及该等人士予以通报批评，并记入诚信档案。这个就是警告一下罚一下。你在上交所发了债券，你记得按期披露公司的这个财务状况以及这个债券的这个履约情况，这是证券法有规定的说明这个呢，就是碧桂园不要看它保交楼完成了，也不要看它什么债务重整境外债、境内债重组成功，就以为它没事了。实际上它还是在泥塘里面苦苦挣扎还在这个 ICU 病房是吧？大口大口的吸着氧气喘气不光是碧桂园这个融创也是这个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2月9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及新增失信行为情况。根据公告内容，融创房地产子公司徐州协融置业有限公司一笔金额为 4.24 亿元、期限 5.47 年的银行贷款发生违约，违约金额200万元，违约原因为未按时偿还部分本金，获知违约时间为2020年1月31日。同时，融创房地产集团及其重要子公司近期新增32项失信行为。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不要看这个融创碧桂园好像债务重整成功了，实际上最终国内都要破产重整。你这么多债务，你靠它卖房子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房价在跌，它卖房子不赚钱，越卖越亏，你说是吧？那除非说房价又回到这个2022年、21年，他们就能活过来。大家觉得可能吗？理就这么个理非常简单而且还得大家踊跃去买这房价回到那个高点不行，还得大家去买，你不买它卖不掉还不行。所以说你通过融创还有这个碧桂园，你就知道万科它的最终归宿是什么。你再看一看那个什么金科股份对吧？破产重整之后无债一身轻还能混个5年，它债全部破掉了嘛。然后这个它的净资产一下回了300亿，本来是个大窟窿，现在把它债一去掉之后人家还有300亿的净资产，重整收益，对大股东对债权人进行这个权益调整所以我一直说这万科对吧，要破产重整要趁早，不要拖，越拖成本越高，代价越大。但是万科的大股东现在不愿意认输毕竟那么多钱扔进去了，真金白银的投资借款都得除掉1个0、2个0的，你说他能受得了吗？今天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头部房企启动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2026年开年，房企组织架构扁平化调整仍在持续，包括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发股份等在内的头部房企已启动了新一轮组织架构辩证。扁平化什么意思对吧？把中间的很多架构就合并了，没了，越扁平它不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叫减员增效吧，组织架构要瘦身。据不完全统计，自2025年1月至2026年2月9日，重点65家房企中，已有21家房企合计进行了31次组织架构调整。本轮调整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的3级架构，转向2级管控，由集团只管城市公司或总部只管项目，这也将成为房企组织架构调整的主流方向。瘦身以应对楼市低迷，央企它也扛不住了。这个新闻实际上就说明这个，你再以这么庞大的身躯，这么臃肿的架构，在应对现在对吧，1个月都卖不了几套房子，这么多人怎么养活人吃马喂的，各种浪费。这就说明从房企的角度来看，冬天并没有过去，现在还是在过冬模式对吧？再结合前一阵子这个高盛是吧，大摩还有谁都在减持房地产股，这些机构对吧，一边唱多中国资产，一边唱多房企，一边减持。
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当然了，这个不影响媒体啊，现在继续鼓吹楼市回暖，楼市小阳春。我挑一个念一下啊，这个财经杂志报道啊，说全国房价止跌信号出现，多项数据显示，进入2026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在量与价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根据国金证券研报数据，截至1月末，22城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降幅由 26.8% 收窄至 13%。 你看看啊，这个媒体还真能，对吧？在这个叫什么，在这个数据里面，它挑出乐观的22个城市啊，同比降幅现在就是26年2月份比25年2月份下降了 13%。但是这个别看下降速度慢了，因为25年2月份比24年2月份下降了 27%。所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就降得慢了。所以他就认为这叫止跌信号，这个叫汉语博大精深呐，这个就叫语言的腐败。那还不在跌吗？对不对？跌得慢了也是在跌啊，它跌得慢了叫止跌信号。止跌信号出现到止跌到真正的止跌要多长时间？还要跌多少？对不对？你说现在1万一平米，你说出现了止跌信号，好，就说你说的对吧？那你说到什么时候止跌呢？跌到2000再止跌，那你如果这韭菜对吧，要按照这个去买房，那不就被坑惨了吗？你1万买的，跌到2000止跌，你基本上渣都没有了。说此外，二手房成交止住了2025年6月以来的下跌速度，它是指的是那个成交面积啊。1月全国二手住宅挂牌价环比降幅从去年前半年的 1.3% 左右收窄至 0.7%， 这是挂牌价，也不是成交价。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对财经表示，2026年房地产政策进入以稳定预期、缩短调整时间为目标的新阶段。随着核心城市优质地块逐步入市，加上部分房企预计在春节前加大促销力度，提前续客，3月市场需求有望逐步释放，核心城市小阳春行情值得期待。这是财经的报道啊。我们再看这个，还是财经啊，他说啊，2026年1月房价整体 C 处于下降通道，但已有回暖迹象，集中体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上。总之啊，同比二手房的价格下跌幅度有所减小，所以说就是叫二手房成交回暖。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说多省份明确鼓励收购存量房，作为关乎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房地产工作如何部署一直是地方两会的重要内容。随着各地两会相继召开，2026年房地产领域工作重点也逐渐明晰。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发现，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强化住房保障，好房子，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稳市场方面，河南、云南、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地都提出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这是好事啊，那就掏钱吧，收吧，这不是炒现饭吗？对吧？我记得河南不是收过了吗？怎么又鼓励收呢？看样子上一次收没收到什么名堂啊。我们再看这个红星资本局报道啊，说又一豪华酒店被法拍，东莞富丽万达文华酒店 2.8亿元起拍，暂无人报名。红星资本局2月11日消息，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显示，位于东莞市东城区的富丽万达文华酒店将于1个月后进行整栋拍卖，起拍价 2.8亿元，评估价4亿元，那不就打7折吗？啊，7折起拍，没人报名。参与拍卖需缴纳保证金2800万元，截至目前有超过1800次围观，但无人报名。拍卖公告显示啊，标的东莞富丽万达文华酒店，土地面积12248平米，建筑面积37354平方米，评估啊市场价值4亿，单价10720元每平米。打7折啊，现在没人出手，就说明这个行情啊。这个万达文华酒店就是当年啊王老板卖给这个富丽的张老板的，现在张老板现在已经对吧玩不转了，爆雷了，又把这酒店往出卖。当年你看，我记得富丽对吧，跟那个融创的孙宏斌为了这个万达的这酒店啊，都差点干起来了，那是烈火喷油的年代，对吧？资产都在升值，都在抢。谁抢到谁赚钱。现在呢，现在是弃之于敝履，对吧？没人买，打7折也没人要啊。我估计啊，这个就单独这个酒店啊，
富力买过来估计裤衩子都赔掉了，打7折没人要，你就知道这个现在的万达的老板王健林，对吧？手上500多个400多个万达广场，你说他心里是不是哇凉的，卖不掉啊？这就是充分说明啊，这是债务是刚性的，资产是弹性的。你虽然标价4个亿，对吧？估值4个亿，但是卖不掉啊，对吧？你欠银行的钱，本金利息少1毛都不行，少1毛都是违约啊。今天啊，我看这个热搜啊，今天的热搜也很有意思啊，我看很多媒体报道啊，说什么呢？说的是2023年啊6月份，杭州它有个临安区吧，反正什么地方啊，那一阵子不是买房送黄金嘛？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啊。现在我看各大媒体都在炒作这个新闻，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什么新浪财经、都市快报等等啊，都在炒这个新闻。标题啊说，小区买房送黄金，房价跌了，住户却赚了。杭州小区买房送黄金，意外对冲房价。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怎么说的啊？他说啊，一套杭州的远郊房买近2年，市场价深度回调100万元，却因当年开发商送的黄金暴涨，戏剧性上演了对冲平仓。2023年6月，杭州临安区华发汇天府开展促销活动，祭出买房送黄金这一奇招，房源按原价卖，直接返黄金。第4批次房源，89平米的房子返黄金700克，100平米的房子返黄金850克，119平方米的房子返黄金1000克。一位曾参与该楼盘策划的前员工回忆，以当时金价每克450元计算，购买119平方米户型，总价约250万元的房子，可获得价值45万元的1000克黄金，相当于房价打了82折。这一幕是当时杭州楼市剧烈分化的缩影，核心区域如钱江世纪城、申花板块新房依然是一房难求，有些楼盘中签率甚至低于10%，而临安这样的远郊板块却陷入促销内卷，其实就是变相降价。当时多位业内人士分析啊，开发商通过送黄金、送装修等方式达到了实际降价目的，既能省去重新备案麻烦，也能安抚老业主情绪，因关注度过高。2023年6月9日，华发汇天府的买房送黄金活动啊被叫停。谁都没想到，2年半后，剧情引来惊人反转。截至今年2月9日，国际金价已从2023年的每克450元一路攀升至每克约1120元，涨幅接近149%，也就150%呗。当时买了华发汇天府的业主获赠的黄金价值随之飙升，以119平方米户型赠送1000克黄金计算，当年价值45万元，如今市值已高达112万元。与此同时，临安区的房价却经历了深度回调，华发汇天府所在的板块房价从2023年的2.2万元每平米回落至目前挂牌价1.47万元每平米，降了7000啊，回调幅度也挺深的啊，30%多，35%下降，就这2年啊，跌了35%。如果参照挂牌价成交，那么当年以250万元总价购入119平方米房子的业主，房产市值缩水87万元。然而，当年赠送的1000克黄金价值已经达到112万元，两相抵消，业主不仅未因房价下跌而血亏，反而因黄金的暴涨实现了约25万元的资产增值，也就是把房子和黄金算到一起啊，这个业主是不亏的，还赚了25万。这叫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呐！真是没想到，当年冲着折扣买的房，现在房价是跌了，但黄金涨疯了。一位当年购入100平方米户型的业主感慨，这算不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戏剧性的变化，被业内视为一场无心插柳的资产对冲。这个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啊！你说当年政府为什么给他叫停呢？你就让人家这么整不就挺好的吗？好歹买了那个房子的人业主不亏，这叫什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实际上啊，都属于侥幸的，误打误撞。为什么呢？对吧？你这个有人拿到黄金之后，因为他缺钱呢，当时设计的肯定是不是让你把黄金拿着增值的，当时设计把黄金返给你，你然后光那一把黄金卖了，然后拿出钱，对吧？去这个把按揭贷款给还了，应该这种思路吧？肯定有人这么干啊。
这咱们叫上帝视角。你现在看现在黄金是1200、1500一克了，等等啊，这叫上帝视角。你当时肯定是，你看我这一个月按揭贷款还1万，还8000，然后黄金放在这睡觉，那很多人肯定把黄金给换成现金，然后去还按揭贷款了。实际上啊，买房送黄金还不光是杭州，而且不是说23年才有的，早在2015年，福州、长乐、阳光城、斐丽湾打出买房送黄金，1套送1斤的促销噱头，就是你买一套房送你1斤黄金。这是10年前啊，开盘约1.4万元每平米，在当时就像开发商给业主塞了一份隐形理财。谁也没想到10年后的今天，这套房的售价仍在1.4万元。你看啊，2015年开盘1万4，现在还是1万4，那就是现在的房价回到了11年前，没毛病吧？很多城市啊，房价都回到了10年前，那这个福州、长乐一样。但是啊，说高峰期曾经冲到2万多的房价彻底回落啊，又回到了这开盘的时候，而当年赠送的1斤黄金却成了业主资产的压舱石。当年是说好消息，为庆祝阳光城集团勇夺2015年上半年福州销冠，在长乐、阳光城、斐丽湾，你就能摊到这样的好事。听说过买房送油、买房送米、买房送汽车，什么样的开发商会大方到买房送黄金，1套送1斤？这故事听上去很美好啊，实际上呢，这个又有媒体报道啊，说杭州小区买房送黄金意外对冲房价下跌，账面盈利暗藏争议。近日啊，这个杭州一小区啊，2年前推出的买房送黄金促销活动意外走红啊，也上了热搜啊。有业主账面反赚25万元，房子赔了80多万，但是黄金赚了100多万，引发全网热议。这一现象被视作一次被动的资产对冲，楼市下行与金价上行形成反向收益，让购房者意外减少损失，甚至出现账面盈利。不过这份收益存在明显的口径争议，收益按当前的市价估算，未计入持有、交易等成本。同时，部分业主反映黄金兑现存在流程拖延、约定不清晰等风险。所谓赚25万，更多是纸面财富。这场巧合式盈利看似幸运，也提醒购房者，房产促销福利需以书面约定为准，理性看待账面浮盈与实际兑现的差距。这个杭州的媒体啊，1818黄金眼，他就报道了一个倒霉催的业主，这哥们儿跑去买房，人家承诺给他黄金，结果呢，到现在还没兑现，估计也兑现不了了。大家看视频啊。我就是冲着这个72万的这个黄金的等额的这个价格来购买的这个反黄金嘛，没想到现在一拖再拖，本来说2个月，后来3个月，现在5个月了，还没反过来这个黄金。陈师傅是绍兴人，他说全家4口人还住在一套老房子里。2025年6月份，他看中了悦城区 HFC 华发金融活力城真亭的一套房子，位于1楼，面积119平方，总价219万多。反正有70多万的黄金可以返，然后加上贷款有168万的贷款，然后首付款总共是33万多。除掉首付的还有余值的，他是口头上跟我说的，等于说是证据什么的都没有的。之前的话早的时候有人已经都拿到了，我是听说了我朋友的朋友。陈师傅说，房子首付款要51万多，他们可以享受将近18万的2胎补贴，所以首付款只用付33万元。2025年7月28号，他付了首付，同年8月4号168万元的银行贷款下来了。他最开始想的是价值72万元的黄金拿到后马上去折现还掉一部分钱。我现在总共的负债有400多万，我之前首付的钱是借过来的，借了民间贷，一个50万一个10万的，还掉了之前的那个借的首付款。陈师傅说，他需要还钱的地方不止房子这一处，本以为销售承诺给他的72万黄金会很快给他，没想到迟迟没有兑现。去年11月9号，销售小红在微信上告诉他，黄金帮他盯着呢，到了就通知他，现在自己有不少负债，借款利息也很高，偿还起来很吃力。本来是说2个月就能返了，现在3个月，现在拖到5个月了。我诉求是尽快的，就是拿到这个黄金。
然后去周转自己。来到华发金融活力城售楼部，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是后面会有人对接。截稿前，记者没有收到回复，陈师傅拨通了销售的电话。缓期6个月呀，他还没到时间呀。缓期6个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呀？从银行放款全款到期，全款到账。这个钱是谁来出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不接受采访，不好意思啊。按照销售的说法，价值72万元的黄金会在2026年2月4号给陈师傅。不过，陈师傅表示，这个时间节点自己不能接受。我现在的等于说是负债、利息什么的都付不了了，都逾期了，倒是，反正是越早越好。我现在已经拖不起了。188黄金记者邵兴报道。所以说宣传是一回事，但实际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我刚才已经说了啊，你哪怕是第一批那个真的拿到黄金的，对吧？也有几个人把黄金放在家里呢，还容易丢，对吧？恐怕顶多拿个半年吧，一着急不就换成现金还按揭去了吗？对吧？这个报道是这么报道，但是真正受益的恐怕没几个啊。最后啊，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就是现在买不起的时候，你就多买2套。大家觉得现在房价很贵，我劝你，如果现在能买，有这个实力买，就抓紧时间买，因为如果你嫌贵，10年以后你更买不起。一定要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吗？当然要加杠杆了，难道买房不借钱吗？当然要借钱了呀。这个视频啊是2017年、18年，这个经济学家对吧，在一个论坛上斩钉截铁的说啊，对吧？贷款卖房要多买几套。2018年啊，如果听他说的，估计现在啊，你贷款买的，估计现在也站在这个天台上了，对吧？多买几套的这种，他这属于炒房啊。如果你是刚需，那你对吧？这东西还得说道，你越买不起越多买几套，对吧？这种言论不管怎么说都有点像那种就太亢奋了。容易走入极端是吧？你就像现在的这个黄金5000美元一盎司，对吧？还有人认为还要涨到6000、7000、8000，小韭菜一冲动去买黄金，完全没必要，更不能借钱去买啊！当年号召掏空6个钱包去买房，但是呢，房价为什么一直涨啊？闭着眼涨，无脑涨，从来没人担心啊，就是说，房价要跌，你谁要说房价要跌呢？人家肯定认为你是疯子。那时候对吧？为了买房，假离婚、假结婚，什么手段都用，买到就是赚到。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气氛呢？对吧？就是这些专家啊，疯狂的煽动，和现在胡适一样啊！现在胡适，你看看所有的机构和专家都是牛市，是失去理性，你知道吧？我记得当年有很多这个经济学家专门组团啊去看房、买房，叫买房团、购房团。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啊，就是为什么要唱多呢？因为唱多有钱，你就无脑说这玩意要涨，你不管什么东西你就说涨，一说涨大家感兴趣，一感兴趣大家就想，对吧？那我得买呀，买那行跟着我吧，对吧？咱们组团去买，还能打个95折，95折，那他从那开发商那不知道拿多少，对吧？开发商说不定送他一套房回扣啊。所以这些对吧，很多专家学者就闭着眼唱多，一唱多，你如果单纯唱多还无所谓，对吧？那是观点之争啊，对吧？观点有对有错嘛，对吧？你人不是神仙，对吧？能看的就那么一点都不错，永远对，那你比巴菲特还厉害，对吧？观点无所谓，但是你唱多让忽悠人去跟着你一起买房，这就坏了，对吧？这个心就歪了。你唱多是为了大家跟着你，对吧？去买房，让你拿回扣，对吧？你就带着人去这黄金，带着人去深圳，带着人去，对吧？哪儿买房，一买100多套啊，那很厉害，他们号召力很强的啊。他们去组团的是几个大巴车啊拉过去，一买的100多套、200套，什么概念？所以开发商、营销部门，对吧？销售部门他也愿意找这些大 V 和这些所谓的专家、经济学家代言，他们忽悠一忽悠就能卖100-200套，少则几十套，对吧？现在在网上啊，坚持唱多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商业模式，他已经带领人去买房被套了，对吧？腰斩了，脚踝斩，没有办法，他只能天天在那鼓吹啊，这个房价还要涨，马上就要涨，马上就要开大，唱空唱多，实际上本质上都不重要，都是观点，但是你靠唱空唱多，对吧？去赚钱，这个就不太好了。实际上这个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实际上很危险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